今日同大家去超級市場買餸。超級市場買餸，我想買生果。生果，呢個蘋果好似幾靚，呢個蘋果好似幾新鮮。新鮮，睇下其他。要唔要試下車厘子？車厘子，睇下其他。想唔想食日本士多啤梨？日本士多啤梨85蚊一盒，85蚊一盒，應該好甜，好甜唔會酸。呢度有奇異果，呢度有奇異果，一盒18隻，一盒18隻，幾多錢？奇異果點賣？一盒190蚊，190蚊，好似有啲貴，等佢特價先。牛油果靚唔靚？牛油果新唔新鮮？呢粒牛油果好似熟過頭，熟得滯。呢一粒又生得滯，太生，唔識揀，唔識揀。牛油果幾錢？牛油果點樣賣？7.9毫4一粒，7.9毫4一粒，正常價錢，算平。睇下其他先。雪梨擺咗喺邊？雪梨喺呢度，雪梨喺呢度。雪梨單買一個3蚊，10蚊9毫有5個。蔬菜擺喺邊？蔬菜喺呢度。椰菜，一棵椰菜。椰菜點樣賣？椰菜幾多錢？13.9一棵。椰菜13.9一棵。諗下先，唔買住，睇其他。呢個係咩嚟？呢個係白蘿蔔。白蘿蔔點賣？幾錢？白蘿蔔7蚊一條，一條。再睇下其他。今晚食咩好？今晚煮啲咩餸好？樣樣嘢都新鮮，樣樣嘢都想買。番茄擺喺邊？番茄喺前面左手邊。一包有3隻番茄，一包3隻番茄。呢個係乜嘢？呢個係茄子。茄子一包2條。茄子點賣？9.9一包。前面有杯麵，杯麵26蚊4杯。豬肉、雞肉、牛肉，有啲已經醃好咗。微波爐叮叮食物，叮叮叉燒包，一包6個。而家去搵嘢飲，嘢飲。飲唔飲可樂？可口可樂1 pack，1 pack。
還是想飲啤酒？啤酒。紅酒、白酒，想買幾多支？還是飲汽水？一罐汽水30蚊3罐。呢個係乜嘢？呢個係椰青水，椰青水。呢一個係果汁，果汁。一支果汁，一支。使唔使買米煮飯？一包米，一包。屋企夠唔夠洗潔精？洗潔精。呢啲係乜嘢？呢啲係金寶牌罐頭湯。排隊埋單畀錢，畀現金定係畀卡？需唔需要安排送貨？送去邊？幾時送？搞掂，返屋企啦，拜拜。